来看到高雄，这高雄旧名叫做打狗，因为这高雄港伫日本时代开始发展。1900年成立这打狗停车场，落尾是填海造陆，变作是蛤蟆县地区，要有这起铁路伫遐设高雄港站。不过这市中心山向内陆了后呢，港口就爱靠车路来运输，这铁路最后是停用。不过去年底这滨线的蛤蟆县河观光列车重新搁再起行。火车的车铃声伫蛤蟆县打到火车头，当大声咧弹。高雄临港线的火车已经停驶要20年的时间，即嘛，互火车开始恢复行驶。真特别的是，负责火车的维修甲营运，拢是一阵铁道迷组成的民间团体。伫政府的协助甲委托之下，这阵人甲历史传承的责任担起来。车头的话是有赖民间资金的挹注啊，就是它其实是台铁报废下来，那我们有热心人士把它买回来，然后去继续保养、继续整修，维持它一个可以动的状态。导览员都咧甲游客解说蛤蟆县伫高雄发展的历史上有真重要的地位，希望未来蛤蟆县的铁基路会当搁胖起来，或这个挖海所在会当搁留热起来。前面我们的看板上完整的就呈现滨县城市与世界的一个连结，表示我们高雄的发基就是这里蛤蟆星。对真侪游客来讲，蛤蟆县是真出名旅游的观光胜地。不过真侪人拢无了解伊的历史，透过导览的小介，会当搁较了解在地过去的历史，也搁有未来可能的发展。哦，原来以前高雄有这一段历史，那让我们以后再来这里的时候会更清楚、更了解，原来这些设备当时是什么时候、什么用途，然后带给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方便跟历史的连结。引进各种无同类型的火车，形成蛤蟆县铁道的园区，而且透过这技工协助修复。现处是先互临港线有火车伫咧驶。希望未来会当赶紧甲已经拍远的蛤蟆县的铁基路重新搁修复，实现这条铁基路搁恢复行驶的心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